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35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41天。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战报说，过去24小时，俄乌双方交战104次，其中27次在苏梅，包括哈尔科夫18次和库皮扬斯克7次，12次在托列茨克，13次在莱曼，37次在波克罗夫斯克，14次在南顿涅茨克区域。过去24小时乌军一共是击毙、击伤俄军1000名，俄军累计损失113万人，摧毁坦克1辆、3辆装甲车、45门火炮、2个火箭发射装置、444架大型无人机、126辆军车。俄军在乌克兰的大规模的进攻已经被乌军击退。俄第9军位于马利尼夫卡附近，伤亡惨重。苏梅州前线，乌军已进入奥列克西夫卡中部，此前他们已经控制了南部区域。俄罗斯博主称，俄军可能不得不放弃奥列克谢夫卡定居点。多布罗皮利亚前线，昨天俄军动用6辆坦克、40多辆装甲运兵车和步战车，以及数百名士兵试图营救被包围的俄军。与此同时，乌军用火炮、无人机密集消灭俄军并击退其进攻。俄军损失3辆坦克、16辆装甲车、41辆摩托车，被消灭超过100人，超50人受伤，尽管伤亡惨重。约32名俄军步兵抵达叫沃洛德米里夫卡附近，但随即被乌军步兵单场消灭12人，剩余人受伤者或者被俘。俄军在多布罗皮利亚的机械化进攻再次失败。由于接下来这个特朗普和普京要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会面进行会谈，那么为了争取在会谈中掌握主动，普京下令俄军不惜一切代价要进攻，要拿下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红军城所以那乌克兰方面呢更加惨烈乌军不得不从前线其他地方抽调部队，投入到波克罗夫斯克前线。同时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也是加大了进攻的力度，投入了更多的人力所以双方接下来在波克罗夫斯克这恐怕这个战斗是更加惨烈，一切皆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俄军啃不动乌军也有可能乌军会丢失一些地方，因为毕竟接下来一周普京要跟特朗普进行和谈，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就是普京要掌握主动权，这个对乌克兰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这个泽连斯基周日早上发布视频讲话说乌克兰从未寻求战争，我们同意无条件停火，寻找和平机会。我们自己也一再向世界提出如何停止空中、陆地和海上的打击，但正是俄罗斯不断减缓这一进程，拖延谈判，用空袭恐吓我们的人民，增加前线攻击，战争继续进行，只是因为莫斯科不想结束战争。几乎每天，俄罗斯恐怖分子都会对我们的关键和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数百次袭击。仅本周，俄罗斯就对乌克兰使用了3270多次无人机攻击，137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近50枚各类导弹。我们不断加强我们的防御，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合作加强防空。乌克兰优先计划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的投资双边和多边形式，通过对话阻止普京是不可能的，需要施压。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说俄防空系统夜间击落45架乌克兰无人机。消息说昨天夜间莫斯科时间10月18日23时至19日7时，防空系统值班武器拦截并摧毁45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在萨马拉州上空拦截12架，1架，罗斯托夫州5架，沃罗涅日州5架，克里米亚共和国3架，布良斯克州2架等等那按照乌克兰的说法，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空袭仍在继续。位于萨马拉的
新库比谢夫斯克炼油厂再次遭到袭击，这到底是第几次袭击咱也不知道了啊。总之，这个叫库比谢夫斯克炼油厂是反复遭到打击，而位于奥伦堡的天然气处理厂，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处理厂也遭到轰炸。这个奥伦堡天然气处理厂啊，是国有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下属企业，位于靠近哈萨克斯坦边境地区，是一个世界上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生产加工联合体的一部分。该联合体年产能达450亿立方米天然气。根据奥伦堡州州长叶夫根尼·索恩采夫说啊，他说无人机袭击导致工厂的一个车间起火，部分设施受损。索恩采夫称啊，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实际上啊，那比这要严重的多啊。根据这个很多当地的这个网民啊、网友啊拍摄的视频啊，这个奥伦堡天然气处理厂遭到袭击的瞬间啊，宛如大片呢。这个网上有视频啊，就是天然气储存的罐遭到袭击，什么概念？所以那个爆炸那个火光照亮了整个天空。俄罗斯媒体报道啊，说10月16号，萨马拉州托尔卡伊电气化铁路迁移变电站因负荷过大导致变压器爆炸。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不是烟头惹的祸，是因为它过载了，导致这个变压器爆炸。过载了，变压器怎么会爆炸呢？所以说啊，这个俄罗斯啊也是牙打掉了往肚子里咽呢，胳膊打折了袖里藏。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就是乌克兰的敌后武工队啊，铁道游击队啊，他们的杰作，他们定点攻击了这个变压器站。乌克兰对外情报局之前发布消息说，俄罗斯电网因电力过载已陷入系统性危机。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啊，说是2025年每有1名乌克兰人死亡，就有5名俄兵死亡，1比5的战损。尽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损失惨重，并进行了大规模动员，但俄在战线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自侵略开始以来，总损失已高达144万人，其中死亡人数高达48万人。即使按照目前的速度，占领者也需要大约5年时间才能夺取顿巴斯和南部目前占领部分地区，需要1个多世纪才能征服整个乌克兰。这就是目前啊俄乌双方前线的一个状况。犹如这个特朗普啊横插一杠子，让这个有了一定的变数。也就是在特朗普和普京见面之前啊，普京肯定是希望啊取得一些决定性的胜利，好在这个谈判桌上拥有一定的主动权。所以这个在俄乌前线啊，双方接下来打的是越来越惨烈，一切皆有可能。我们密切关注。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根据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10月18日报道说，奥地利不再阻挠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第19轮制裁。奥地利外交部表示，该国将于20日批准相关方案。欧盟委员会的草案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方可通过。随着奥地利加入，该草案已克服一个重要障碍，也就是俄罗斯啊马上就要喜提第19轮制裁。这个第19轮制裁啊，包括对俄罗斯能源和金融行业的一系列制裁，例如从2027年年初起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以及限制俄外交官在欧盟境内的行动自由。当然了，俄罗斯也不示弱啊。俄罗斯宣布啊，如果欧盟将制裁付诸实践，俄方将采取相应的措施。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并未透露具体细节，但他指责欧洲人筑起新的堡垒。欧盟委员会希望为赔偿贷款额外筹集250亿欧元的俄罗斯资产。根据欧洲真理报报道啊，说政客杂志援引其获得的文件称，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为乌克兰的赔偿贷款筹集资金，不仅包括从比利时金融存储库被冻结的1400亿欧元俄罗斯资产，还包括从俄罗斯人在各国私人账户中额外筹集的250亿欧元。什么意思呢？就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那些资金啊、财产、资产被比利时啊给冻结了。那么俄罗斯个人，比如那些寡头
有钱人在欧洲的这些投资或者是这些账户也被欧盟给冻结。那么从这些俄罗斯这些寡头私人账户里面，要筹集250亿欧元援助给乌克兰。该文件称除了存放在比利时的俄罗斯资产外，还计划为乌克兰的赔偿贷款额外筹集250亿欧元。这些资金存放在受制裁俄罗斯人在欧盟各国机构的私人账户中。这2天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特朗普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又变了。根据这个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援引消息人士消息说，这个在星期五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团队会晤的时候特朗普再一次要求泽连斯基在领土方面做出让步。这个华盛顿邮报说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特别事务代表叫惠特科夫在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会面中向乌克兰代表团施压就是由这个惠特科夫放第一炮就是放狗咬人呗。就特朗普自己不好意思直接说让这个乌克兰让泽连斯基你土地换和平，他让这个惠特科夫说，所以这个惠特科夫就当恶人恶犬先上来就是咬，向乌克兰代表团施压，要求交出顿涅茨克。理由是什么呢？指该地区主要讲俄语。这个华盛顿邮报还说普京在与特朗普的最后一次通话中重申了将顿涅茨克整个地区交给俄罗斯的要求。据媒体报道，就在泽连斯基兴高采烈的要去美国白宫跟特朗普见面就在这个时候普京突然主动打电话给特朗普，结果特朗普接完普京的电话之后就把泽连斯基给耍了。泽连斯基到了美国，到了白宫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好在泽连斯基这回有涵养，没有但是就翻脸，就委曲求全了。那么这个特朗普和普京通话普京抛出了一个方案，又在忽悠特朗普。普京说让乌克兰放弃对顿涅茨克地区的完全控制，换取俄罗斯在赫尔松、扎波罗热的部分地区控制权。那这个似乎和那个8月份在阿拉斯加对吧那个会晤又更近了一步。好像感觉普京稍微让了一点点。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乌克兰让出整个顿涅茨克，然后呢俄罗斯呢让出一部分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的领土。不管怎么说都是领土换和平。普京的这一天在特朗普的眼中被视为重大进展、重大让步，认为是双方走向和谈的积极信号。但是无论是泽连斯基还是欧洲官员都没有办法接受用乌克兰自己的土地换乌克兰的土地。我不知道这个特朗普他是怎么想的。这个泽连斯基他在他最新的视频讲话中说，乌克兰不会给俄罗斯任何东西，乌克兰不会对俄罗斯做出任何让步，强调不会向侵略者提供任何东西。基辅将继续捍卫其领土和主权。大家看视频Працюємо над деталями. Майже щодня зараз в комунікації з лідерами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була наша спільна позиція всіх в Європі щодо тиску на Росію. Правильного тиску. Ми нічого не будемо дарувати агресору. Нічого їм не забудемо. Ми чітко бачимо, що ця Росія є довготривалою загрозою. Отже, нам в Європі потрібна довготривала співпраця та реальні результати і в короткій перспективі. І більш далекоглядно, щоб люди могли жити. Ще одне. Я доручив нашим дипломатам, і вже про це говорив з багатьма лідерами, готувати найближчим часом зустріч коаліції охочих. Нам в Європі потрібні спільні, сильні позиції. І це буде. Дякую всім. 什么意思呢？就是泽连斯基一直说无条件停火，就是双方马上停火，但是停火不代表用领土换和平，先停火，停火下来之后，大家开始谈，用外交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代表乌克兰会让出领土。英国的《泰晤士报》说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并将其与最近的普京电话交谈联系起来。据该报称，这位美国领导人已经回归他之前的对俄罗斯的观点，忽视了乌克兰的利益。在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面后，《泰晤士报》进行了上述分析。在此次会面中，基辅方面希望获得远程战斧导弹，
乌克兰总统原本希望得到支持，但最终却一无所获。该报引用其文章称，今年早些时候上一次会晤凸显了美国和乌克兰总统之间的缺乏理解，似乎只要普京打一个电话，再开一次峰会，就足以使美国远离乌克兰所需要的东西。实际上啊，也就是特朗普再一次把泽连斯基给耍了，对吧？你本来约好了让泽连斯基过来谈，结果中间普京打了个电话，立马全部变卦，全盘推翻。我不知道这个华川粉啊还怎么给特朗普洗地啊？特朗普现在又逼泽连斯基领土混合，当然了，不到最后啊，咱们也不能说特朗普就怎么着了，但至少目前特朗普又开始露出了他这个丑恶的嘴脸。特朗普正寄希望于个人外交手段来打破俄乌战争僵局，他期待于普京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直接峰会能取得以往努力未能达成的突破。经过数月毫无进展的谈判，白宫正悄然加大施压力度，旨在为特朗普争取8月峰会时更有力的谈判筹码。但是特朗普忘了啊，今非昔比，8月份和10月份已经不一样了，跟10月份对吧又不一样了。乌克兰是越打越强，乌克兰现在完全有了底气啊，说 no。乌克兰希望停火，可以谈判，但是拿土地换和平，这个我相信啊，泽连斯基自己都不敢签这个协议啊。当然了，我们刚才说了啊，特朗普有没有一口回绝说战斧导弹就不给了呢？他并没有说死啊，也就是这个战斧导弹给不给乌克兰，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都有可能。2个礼拜或者1个月以后，跟普京谈得不好，特朗普感觉到自己被普京耍了，那也有可能把战斧导弹又给乌克兰，甚至啊，他倒认为泽连斯基不配合，反过来可以对泽连斯基施压，对吧？断绝给乌克兰的援助都有可能。这个对特朗普来说啊，做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心理障碍。那对乌克兰来说呢，无非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对吧？一个自己的能力。现在根据这个叫乌克兰的这个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的说法，现在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个武器啊，99%都是乌克兰自产的，所以说没有战斧导弹，乌克兰人打俄罗斯纵深也是得心应手。有战斧导弹的会更好，效果更好啊！大家再想一想啊，特朗普手中还有什么筹码逼泽连斯基就范，逼泽连斯基投降？他无非就是不给援助嘛，无非就是不给情报。那这2个欧盟能不能解决？就是这个问题。援助这个啊，欧盟已经没问题了。事实上，这7、8个月来，特朗普并没有给乌克兰什么援助，这个大家都看到了。所以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美国不给乌克兰提供这些情报信息，那么法国、德国、英国能不能顶上，能不能无缝衔接啊？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那你特朗普还有什么筹码可以要挟到乌克兰必须投降，对吧？特朗普算个嘚儿，不就这意思吗？其实你反正到现在你没给过援助，人家也扛住了。现在就剩下什么新链呐，剩下什么，对吧？情报信息啊，这些东西，看看欧洲这个国家能不能补上，就这么点事啊。欧洲国家的态度非常鲜明啊。昨天咱们介绍了，无论是斯塔默还是莫尔茨还是马克龙，他们都坚信啊，特朗普已经变卦了，那只能欧洲更加坚定的支持乌克兰，那只有这么一条路了，就不能指望特朗普。特朗普如果帮助乌克兰，那更好，对吧？他不帮助，那现在做好这种心理准备。包括波兰，对吧？这个态度非常明确啊，说这个特朗普靠不住，对吧？还得欧洲自己想办法支援乌克兰，而泽连斯基自己也很清楚，所以要跟欧洲啊协调，统一步骤，统一步伐，统一认识。这个芬兰的总统啊，斯托布，他说啊，芬兰永远不会承认克里米亚半岛以及顿涅茨克州、卢甘斯克州为俄罗斯领土。他强调，唯有乌克兰人民有权决定领土问题，并承诺将在战后全力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斯托布说啊，我致力于确保乌克兰在战争结束后维持独立与主权，成为欧盟成员国，并有望加入北约，同时保持领土完整。这正是我们当前共同奋斗的目标。普京不可信赖，当前需要的不是说服俄罗斯谈判的胡萝卜，而是迫使其回到谈判桌的大棒。必须强制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对于谈判进展，我持乐观态度。近8个月来，和谈推进速度远超过去3年。
期待在近期看到两届的和平进程取得成果。这个芬兰总统斯托布的表态啊，是欧洲我目前看到的是第一个国家再一次重申，那他说的这些话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反对领土换和平，对吧？他就是不承认克里米亚以及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为俄罗斯领土，这不就是说得很明白了吗？马上啊，这个德国啊、英国啊、法国会相继表态，也就是他们表态的核心观点就是反对领土换和平，都要求立即无条件停火，一停火之后再进行谈判，谈判那也不同意这个领土换和平，说白了就是逼普京投降，逼普京认输啊，这是欧盟和乌克兰的态度。那普京的态度呢，就是忽悠特朗普，逼乌克兰投降，对吧？你普京他抓住了这个特朗普的心理啊，你特朗普不就是想拿和平奖吗？对吧？你不就是想给自己脸上贴金吗？那行，想要和平啊，你劝劝乌克兰，让投降，我马上就不打了，我现在要的不多了啊，我就要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2个州了，其他地方都好谈，不就这意思吗？克里米亚不能谈了啊，那10几年前就已经拿过来了。这个特朗普一听，好像比以前条件还好了，占便宜了。但是欧洲是不答应的啊，乌克兰更不答应，所以就是瞎耽误时间呢。所以说这个特朗普再一次被普京耍，这个特朗普的政治智慧确实有限。我在前天就说了啊，特朗普这个时候就应该趁热打铁，立马宣布，对吧？给泽连斯基30枚或者20枚战斧导弹，或者50枚。总之啊，要突破对吧？让泽连斯基开心的吃了个枣，没白跑一趟，完了拿到了战斧导弹，但这个数量也不足以让，对吧？俄罗斯就崩溃了，让俄罗斯就立马破防，对吧？要扔煤气罐。第二个呢，也起到了敲打普京的作用，也就是接下来如果不好好谈，那就不是20枚，是200枚、300枚、500枚，越来越多，你看着办吧。所以很多人怀疑啊，特朗普跟普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咱不敢说，但是打心眼里，特朗普亲普京这个还确实也是个苗头啊，对吧？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应该是立马宣布给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20枚，你爱咋地咋地。你宣布给他20枚，和乌克兰立马用20枚炸了莫斯科，这就是2个概念啊，对吧？你给了之后，你可以让他先别动啊，先别急着炸呀，对吧？再看看动静。特朗普连这一招都不敢用，说白了他还是比较忌惮普京啊，没办法。实际上俄罗斯国内已经一团糟了。根据这个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消息，在过去9个月中隶属于俄罗斯中央军区的超过2.5万名军人擅自离开部队，成为逃兵。逃跑现象已在占领军体系中蔓延，原因包括所谓的人肉波进攻，也就是俄罗斯的那些军官拿下面的士兵不当人当耗材，就让他们冲，死了就死了，就这意思啊，伤亡太大。还有这些军队的管理出问题了，比如说欺凌虐待、物资短缺以及对抗命者的处决。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掌握的俄军内部报告，从2024年11月至2025年7月，超过2.5万名中央军区俄军士兵与军官擅自离开所属单位，就成为逃兵啊。逃兵行为以多种方式发生，部分俄军直接在战场上弃阵而逃，部分人从常驻地点失踪，也有人休假或住院后不再返回部队。乌克兰情报总局还报告称，部分俄军携带武器甚至战斗装备逃跑，仅在2024年至2025年间就记录了30多起此类事件。乌方情报认为，大规模逃兵现象的原因在于服役条件极其恶劣，军中欺凌盛行，缺乏保障，以及所谓的人肉波战术，即占领军被迫在毫无生还希望的情况下被投入前线。就是俄军在战场上那纪律是非常松弛逃兵现象非常的严重。还有传言说普京计划在乌克兰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上复兴西伯利亚，将大规模将俄罗斯远东地区，比如雅库特和布里亚特俄罗斯人迁移到这里。这个是俄罗斯人经常用的手法他以前干过这事把那个远东地区的这个黄种人迁移到这个但是还是苏联时期迁移到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些地方。现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还有什么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大量的这种
朝鲜族的人，就是当时从远东迁过去的。你都很难想象啊，横跨5000公里，从远东迁到了这个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也中亚，但是不都是苏联的吗？然后把车臣人往远东调，这就是俄罗斯人常干的手法啊。所以有媒体说啊，这个普京打算啊，把这个远东的雅库特人和布里亚特人给他挪到这个马里乌波尔这样，就是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的领土这儿。这就是俄罗斯人惯用的留地不留人。那原来的这些土地上的乌克兰人怎么办呢？那对不起，不知道把你送到哪儿去了，把你送到远东，你在那儿自生自灭去吧，对吧？这就是俄罗斯人惯用的啊，留地不留人。所以说他占领的这个东北这些地方，什么海参崴，对吧？什么江东64屯，等等这些地方，还有一个写汉字的吗？都没了，不知道去哪儿了。这还没完啊！这个俄罗斯媒体报道啊，说莫斯科决定在2026年1月1日起开始全面上调增值税到22%，同时还上调水电、燃气等处理费至9%，个别地区达到14.5%。这项决议是在2025年9月份，也就是上个月提出，并且开大会通过。实际上，这个做法就是战争税啊，也就是明末征收的辽饷，这个在俄罗斯叫乌饷。它旨在为对乌行动提供额外的费用支持，预计新增在1.2万亿到1.3万亿卢布，约合140亿到150亿美金。而在民用公共事业投入方面，则进一步压缩，比如医疗、教育以及福利关怀等，优先保障军事开支。2026年大俄国防的预算，军事投入将占整体的预算支出41%，快一小半了。你整个预算的一小半都是打仗呢。虽然还没有到一半，但是一个更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便是庞大的官僚支出，而且这一比例随着战争的持续还会逐步增高。为什么呢？首先它的能源收入大幅下降，其次它的能源生产也遭到乌克兰的大范围的破坏，西方对于大俄的制裁还在继续强化。你看第19轮、第20轮制裁马上就来了，而对于俄罗斯来说一些能源依赖却在不断的减少，它的收入会不断的缩小，也就意味着在未来还会进一步的加税，也就是它的收入在减少，但是它的打仗的开支，它的官僚系统的开支是不会减少的，只会增加。那怎么办呢？只有加税。这个实际上就是明末辽饷就是这么办的，没办法，被逼的。这种模式能不能持续？大家看看明末的历史就知道了。目前克里姆林宫所面临的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财政支出和军事投入这一杆秤。根据大俄披露的数据，2025年他们的财政赤字控制在 2.6%， 达到了 5.7万亿。所以说明眼人都知道俄罗斯的财政实际上就在崩溃的边缘。其实就在这个时候应该美西方，对吧？应该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再坚持咬牙。结果偏偏在这个时候特朗普要跟普京勾结，给人感觉好像是关键的时候叫护主心切。这个《金融时报》说他说普京希望成为自彼得大帝以来最伟大的俄罗斯统治者，载入史册。根据《金融时报》报道，普京认为只要自己在战场上占据优势，就无需向特朗普做出任何让步。尽管俄罗斯的战争经济正在崩溃，一位西方官员告诉该媒体，对普京来说这无关金钱，而是关乎他的政治遗产。他希望被后人铭记为自彼得大帝以来最伟大的俄罗斯统治者，永垂不朽。他知道自己可以为特朗普带来胜利，但他选择不这么做。西方情报官员表示俄罗斯军事指挥部和安全部门定期向特朗普提供报告，夸大俄罗斯军队的战术胜利，声称乌克兰遭受的损失远大于此，并强调俄罗斯的资源优势对他来说这是意识形态问题，他仍然认为自己能够胜利。就是普京现在进入一种叫自我的状态中，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他认为俄罗斯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不可动摇的，必胜。当然了，在特朗普的帮助下确实普京有浑水摸鱼的这种可能，但是想获胜
也是没可能。时间啊，不站在俄罗斯这边，时间是站在乌克兰这边。特朗普能保他多长时间，对吧？现在还剩下3年多点时间，整个欧洲都在觉醒，整个欧洲啊都把特朗普看穿了，大家只是不愿意跟他撕破脸，对吧？大家一面跟特朗普周旋，一面私下里，对吧？还得下功夫，叫打铁还需自身硬。波兰、波罗的海3国、东欧这些国家，如果不想被俄罗斯吞并，那这个时候啊，是唯一的一个自救机会啊！如果这次不把握住，万劫不复啊，能保护啊，对吧？如果乌克兰被俄罗斯吞并了，那整个欧洲啊，就是摧枯拉朽啊，毫无安全可言。我想这个欧洲人是能分得清的。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